開始。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歸命十方，一切法最勝妙法，菩提宗，以身後意清淨意，殷勤合掌恭敬禮，如來妙色身，世間無餘等，無比不思議。是故今恭禮，如來悉無盡，智慧亦否現，
一切法相住，是故我歸依，無始輪迴諸有種，身後意業所生罪，於佛菩薩所懺悔。我今親參亦如是，十方一切諸眾生，以聖有學及無學，一切如來如菩薩，所有功德皆隨喜，十方所有世間等，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願稱，轉於無上妙法輪，諸法若欲是涅槃，我悉至誠意勸請，唯願救諸殺親結，利樂一切諸眾生，所有禮讚供養佛，請發諸世尊法輪，隨喜懺悔諸善根，迴向眾生及法度，眾生無邊誓願度，復至無邊誓願集，達無邊誓願學，如來無邊誓願事，菩提無上誓願證。唵阿婆伽訶薩瑪利韓多瑪巴吉帝塔塔伽達毗羅吉帝薩曼達哈拉薩拉吽，依卡庫多庫里基流來卡智里基求依，吽解里基福よ20。妙比卢舍那無前頂上せ弘法大師奨楽平均公不人事サンマヤケ女子が文一時波加般成就殊勝一切如來金剛加持三摩耶之二得一切如來灌頂寶冠為三界諸異性一切如來一切事前如加持在能作一切如來一切人平等種種事業如無盡無餘一切眾生法
一切意欲作業皆是圓滿上行三世一切是身語意業金剛大毗盧遮那如來在如欲界大法自在天王宮中一切如來上所有諸吉祥稱德大摩尼天種種間錯令他真法微風搖擊諸萬瓔珞缽滿月燈以為莊嚴如八十具體菩薩眾具所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金剛拳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在化身轉法輪菩薩摩訶薩虛空父菩薩摩訶薩隨一切魔菩薩摩訶薩如是等大菩薩眾恭敬圍繞以為說法初中後善聞以後妙順一圓滿清淨潔白說隨一切法清淨具現所謂妙色清淨具是菩薩為欲見清淨具是菩薩為作清淨具是菩薩為外播清淨具是菩薩為一切自在住清淨具是菩薩為見清淨具是菩薩為識與清淨具是菩薩為愛清淨具是菩薩為清淨具是菩薩為莊嚴清淨具是菩薩為意自在清淨具是菩薩為光明清淨具是菩薩為神羅清淨具是菩薩為色清淨具是菩薩為性清淨具是菩薩為香清淨具是菩薩為味清淨具是菩薩為何以故一切法自性清淨故般若波羅蜜多清淨金剛手若有聞是清淨出身具般若理趣乃至菩提道場一切蓋障及煩惱障法障業障此廣積集必不墮於地獄等隨次作眾罪消滅不能若能受持一若獨眾作以是為之願現身正一切法平等金剛三摩地獄一切法皆得自在受於無量喜悅歡喜以十羅大菩薩生獲得如來執金剛為是薄伽梵一切如來大聖現證三摩耶一切曼陀羅至金剛聖薩多於三界中調伏無餘一切已成就金剛手菩薩摩訶薩為若眾顯名詞已故起以微笑左手作金剛萬人右手手執本初大金剛作用盡細說大樂金剛不空三摩耶心。是薄伽梵毗盧遮那如來復說一切如來寂淨法性現等覺出生般若理趣所謂金剛平等現等覺二大菩提金剛堅固故二平等現等覺二大菩提一義利故法平等現等覺二大菩提自性清淨故一切義平等現等覺二大菩提一切分別無分別性故金剛手若有聞此四出生法度眾受持設此現行無量重罪別能超越一切惡趣乃至當作菩提道場速能克證無上正果是薄伽梵如是說意若眾顯名詞已故希以微笑此卷人說一切法自性平等心。是調伏難調釋迦牟尼如來復說一切法平等最善出生般若理趣所謂欲無戲論勝故尋無戲論勝尋無戲論勝故此無戲論勝此無戲論勝故一切法無戲論勝一切法無戲論勝故應知般若波羅蜜多無戲論勝金剛手若有聞此理趣受持獨眾切開三界一切有情不墮惡趣為調伏故寂靜無上正等菩提是金剛手大菩薩若眾顯名詞已故此看三世因以蓮花面微笑以露方美曼斯利亞出現諸行佛立上說此金剛唵伽羅心。是薄伽梵得自性清淨法性如來復說一切法平等觀自在自因出生般若理趣所謂世間一切若清淨即一切真清淨世間一切舊清淨故即一切最清淨世間一切法清淨故即一切有情清淨世間一切自自清淨故即般若波羅蜜多清淨金剛手若有聞此理趣受持獨眾作以是為執住若有如蓮花不為下親諸教所現執證無上正等菩提是薄伽梵觀自在大菩薩若眾顯名詞已故希以微笑作開敷蓮花世觀如不應說一切觀身種種色心。是薄伽梵一切三界諸如來復說一切如來觀定自藏般若理趣所謂以觀定是故能得三界法王為以利是故得一切義圓滿罪義法是故得圓滿一切法自身是故得身後義一切安樂是虛空藏大菩薩若眾顯名詞已故希以微笑以金剛寶鬘自繫其手說一切觀定三摩耶寶心。是薄伽梵得一切如來智引如來復說一切如來智引加持般若理趣所謂持一切如來身引即為一切如來身持一切如來語引即得一切如來法持一切如來身引即證一切如來三摩地持一切如來金剛引即成就一切如來身後意最勝悉地金剛手若有聞此理趣受持獨眾作以是為得一切自在一切自治一切事業一切成就得一切身後意金剛證一切悉地寂靜無上正等菩提是薄伽梵為若眾顯名詞已故希以微笑此金剛卷大三摩耶人說此一切堅固金剛引識的三摩耶之真實身。是薄伽梵一
切無氣論如來復說復說轉智論般若理隨所謂諸法空與無自性相應故，諸法無相與無相性相應故，諸法無緣與無緣性相應故，諸法光明般若波羅蜜多清淨故，是文殊師利同真如莊嚴名詞義故，希義微笑以自見廢讚一切如來已說是般若波羅蜜多最勝心。是薄伽梵一切如來入大論如來復說一大論般若理隨所謂有金剛平等際一切如來法論一義平等際一大菩薩論一一切法平等際一妙法論一一切義平等際一一切事業論是長法身轉法論大菩薩若莊嚴名詞義故，希義微笑轉金剛論說一切金剛三摩耶心。是薄伽梵一切如來種種供養二四如來復說一切供養最勝出生般若理隨所謂發菩提心就位於諸如來廣大供養救濟一切眾生就位於諸如來廣大供養修持妙天就位於諸如來廣大供養於般若波羅蜜多修持讀誦知書教他說是為修習種種供養就位於諸如來廣大供養是虛空苦大菩薩若莊嚴名詞義故，希義微笑說是一切事業不空三摩耶一切金剛心。是薄伽梵銀雕獅子眷如來復說一切調伏之狀般若理隨所謂一切有情平等故憤怒平等一切有情調伏故憤怒調伏一切有情法性故憤怒法性一切有情金剛性故憤怒金剛性可以故一切有情調伏則為菩提是隨一切摩大菩薩若莊嚴名詞義故，希義微笑以金剛藥叉應持金剛眼恐怖一切如來已說金剛憤怒大小心。是薄伽梵一切平等建立如來復說一切法三摩耶最勝出生般若理隨所謂一切平等正故，般若波羅蜜多平等正一切義理正故，般若波羅蜜多義理正一切法性故，般若波羅蜜多法正一切事理性故，般若波羅蜜多事業正應知是金剛手一一切如來菩薩三摩耶加持三摩地說一切法門三摩耶心。是薄伽梵如來復說一切有情加持般若理隨所謂一切有情如來莊嚴無現菩薩一切我故一切有情金剛藏以金剛藏本境故一切有情妙法藏能轉一切語言故一切有情見魔藏能作所作性相應故是外金剛若眾種之滅此義故作風起聲說金剛自在自真實心以是七無類典定禮佛祖顯後照示人能察能證三摩耶正實心以是無道伽羅天三兄弟等身禮佛祖顯是三真以是四智無類典念是三真現是薄伽梵無量無邊究竟如來為要加持此教令究竟圓滿故復說平等金剛出生般若理隨所謂般若波羅蜜多無量故一切如來無量般若波羅蜜多無邊故一切如來無邊一切法一聖故般若波羅蜜多一聖一切法究竟故般若波羅蜜多究竟金剛手若有聞此理隨受持讀誦是為記喻比喻佛菩薩行皆得究竟是薄伽梵毗盧遮那得一切秘密法性無氣論如來復說最勝無錯眾後大樂金剛不空三摩耶金剛法性般若理隨所謂菩薩摩訶薩大若最勝成就故得大樂最勝成就菩薩摩訶薩得大樂最勝成就故則得一切如來大菩提最勝成就菩薩摩訶薩得一切如來大菩提最勝成就故則得一切如來最大利無最勝成就菩薩摩訶薩得一切如來最大利無最勝成就故則得遍三界自在主成就菩薩摩訶薩得遍三界自在主成就故則得盡隨無餘界一切有情住在流轉二大正正常住生死救世一切利益安樂最勝究竟解釋成就可以故菩薩成為這乃至盡生死行作眾生利益不隨涅槃般若及方便自道即加持諸法及諸有一切界正正欲等調世間令得正罪故有定及我隨調伏盡諸有餘連體本不為救所應諸欲成亦現不應離群散大欲得清淨大安樂苦要增加得自在能作堅固利金剛手若有聞持本座般若理隨日日神照或眾或定彼為一切安樂若以大樂金剛不空三昧究竟說的現世獲得一切法自在如來26大菩薩身得如來執金剛位以是一切如來及至金剛菩薩摩訶薩等皆來集會欲令是法不空無礙足成就故堪恭稱讚金剛手現真齋真齋大薩埵真齋真齋大恩啊真齋真齋摩訶真齋真齋大智慧善能言說此法教金剛手道路加持是至最勝教王者一切諸魔不能壞得法菩薩最勝為於諸悉地當不教一切如來及菩薩共作如是勝說以為令是者悉成就皆大歡喜信受行
我等所走回向外問消除天中當所運化一切過去般若成就天下護持滅罪菩提引導統一成故入阿字。布袋son智達蘭智ノコバカバテイダリルギャラジビシュシュダヤボダヤバカバテイダヤダオンビシュダヤビシュダヤサンマサンマサンマンダババサスワランダガチガカノソワハンバビシュテアビシンジャドマンソカタバラバサノアミリタビセケマカマンダラハタアカラカラユサンダラリシュダヤシュダヤカカノビシュテウシュニシャビジャヤビシュテサガサララシメサンソジテサラバダダガタバロケリセタラミダリオラリサラバダダガタキリダヤジュシュダノジュジュジュテマカブタレバツラギャヤソカタノビシュテサラババラダバヤドラギャチハリビシュテハラチリバリダヤユシュテサンマヤジュジュジュテマリマリマガマリダダダボドグジハリシュテビソダボチシュテジャヤジャヤビジャヤビジャヤサンバラサンバラサラバユシュジジタシュテバチリバチャラカラベバチャラババトママチョンタチサリランサラバソトパラジャカヤハリビシュテサラバギャチハリシュテサラバダダガダシサメサンマシンバサンドサラバダダガダサンマシンバサチシュテボジャボジャビボジャヤビボジャヤボダヤボダヤビボダヤビボダヤサンマンダハリシュテサラバダダガダキリダヤジュシュタノジュジュジュテマカボタレスワカ懺悔隨喜勸請福，願我不失菩提心，諸佛菩薩妙足尊，常為善友不厭捨，離於八難生無難，宿命住此莊嚴神，遠離愚昧具悲慈，悉能滿足波羅蜜，富樂方搖身成熟，眷屬廣多行慈誠，四無礙變受自在，六通諸禪悉如換，如金剛銅及寶葉，願讚迴向亦如是，歸命頂禮達悲悲直正，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